大家好，我係謝志永，我而家喺港燈發電科電機維修組任職見習技術員。我本來從事泳池管理工作超過20多年，一場嘅世紀疫情，好多人嘅生活帶來翻天覆地嘅改變，泳池長期嘅關閉，工作變得唔穩定，所以喺個時間我就開始諗自己未來嘅出路。我自小對電機工作好有興趣。2年前，我睇到僱員再培訓局同港燈合辦見習技術員嘅課程，我就好似睇到圓夢嘅希望。ERB 嘅課程主要係教授有關電機工程嘅操作知識、實務技能同埋安全事項。完成呢個課程之後，我就順利入職港燈，喺南丫發電廠接受一個為期3年嘅在職培訓，邊學邊做。另外，公司有為同事提供學士學位課程嘅資助。我而家喺香港理工大學修讀電機工程學士嘅課程，希望學到更加多嘅專業知識，不斷增值自己，為社會出一分力。